紐約不嬲俾人叫不夜城，上一代覺得做到殘先代表你夠勤力。但你有冇發現，新世代已經唔玩呢一套獨性奮鬥啦？呢程世代轉變係由無底線拼搏轉向可持續發展。以前啲人覺得休息係罪惡，但而家我哋明白，冇咗身心健康，賺幾多錢都無命享。真正嘅成功係識得為自己設下界線，唔好再將唔夠瞓當成你嘅榮譽勳章。試下每日收工之後，俾自己一段完全斷網嘅 me time。記住，休息唔係偷懶，識得幫自己充電，先係最高級嘅自律。今日金句：識得休息嘅人，先至擁有走到最後嘅資本。想知多啲紐約生活新思維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紐約與你，每日1分鐘，同你一齊進步。聽日見。